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今日是庆祝圣诞的主日，要点到大港节第4期代表服饰、仁爱、粉红色的蜡烛，上时也点到中黄白色蜡烛，象征救主耶稣是世界的光。上帝将独生的囝赏赐世间，互记那信伊的人袂沉沦，会得到永远的活命。以听世间到安尼，伫耶稣基督的身上，上帝表明伊对全人类的疼。现在，咱点第4支甲中央的蜡烛，要对主耶稣伫世间的生活，以及伊的教导来学习上帝疼痛的款式。现在咱要来吟《真圣诗》第69首，请来忠诚信徒，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咱犹原徛伫，咱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领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教会圣道相通，罪会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敬歌队要带咱来吟《俄罗斯》。
兄弟，咱要来交托启蒙文，启蒙文第65篇，真圣诗启蒙文第65篇。我来启，请咱兄弟来。启蒙文第65，我有看见新的天，新的地。我阁看见圣城新的耶路撒冷，对天顶上帝遐降落来。我阁听到有大个声对宝座发出讲：上帝要甲因做伙徛起。上帝要献身，甲因同在，做因的上帝。无阁有死实，嘛无阁有哀伤、嚎叫、痛痛。后来坐伫宝座迄位讲：看啊，我将万物换新。伊阁甲我讲完成啦。喙焦的人，我要将活命水的水泉白白互因啉。我要做因的上帝。拄啊，圣歌队已经带咱。吟大降节的诗歌在备办，咱拄拄仔兄弟有看到足侪个人起来伫遮，迄个影像就是要互你配合歌词来甲圣歌队同齐来学乐咱的主耶稣，毋是互恁坐伫遐做礼拜。接续圣歌队要阁带咱来吟，有7首的诗歌。请咱看就报第8首《草泽的暗暝》，咱要甲圣歌队同齐来吟诗。这个兄弟，请咱注意。过来，这个13首学乐，咱讲到了迄个叫做美妙敬拜的圣诞歌，这嘛是要兄弟咱同齐来甲圣歌队同齐来学乐。接续。由圣歌队过来吟第7首的歌，英语当出世。
兄弟，咱要来用新圣诗的69米来做咱圣诞和平的祈祷。我读课的部分，请咱兄弟来读用的部分。咱要用这首的诗来成做咱圣诞和平的祈祷。满满有疼痛的上帝，你差遣圣囝成做人，来点伫阮中间。求你，互阮甲你同工，消除人类中间的怨恨斗争。满满有疼痛的上帝，你差遣圣囝降生做人，徛起伫送乡人的中间。求你帮助阮，甲基督同行，修补破裂的关系。人类底等待你的平安降临的日子。愿你助阮，甲你所创造的万物和好。阿免。下面，咱来强守上帝的话，记载伫路加福音第2章的13节到14节，搁一位是约翰福音第1章的16节。我要用现代台语本、现代台语汉语版来读。路加福音的第2章的13节到14节。忽然有一大阵天军甲迄个天使做伙上赞上帝，讲：愿荣光归伫至悬的上帝，愿伊赐和平予地上伊所喜爱的人。搁一位约翰福音第1章的16节，对伊的丰富，咱拢领受恩典，恩上加恩。下面牧师正道的题目是圣诞的恩典。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圣诞主日，圣诞是带来欢喜甲喜气。伫这寒冷的天气，圣诞互咱有真温暖的人情味。特别咱伫教会，咱拢会感受到。今仔咱会后嘛有爱餐，咱会做伙撒狗来组织。咱透过下午的圣诞的音乐会，带来着欢喜喜乐的气氛。上帝的平安，上帝的和平甲恩典，透过表演的人来传达上帝借着伊的独生圣囝的出世，要互咱带来盼望，带来信心、喜乐以及仁爱。所以这意涵内面，伫圣诞内面，互咱来领受。咱看见拄啊圣歌队以及朱丽尔所表现的这个诗歌，以及这个戏剧，互咱对抬杠节就来领受上帝怎样透过先知的启示，要照着在圣女玛利亚的身躯来怀孕耶稣，透过天使来伫梦中来甲玛利亚来甲约瑟甲因讲。这婴仔要出世，要成做上帝甲咱同在的记号。圣诞节是这小朋友上界欢喜、上界快乐的时刻，因为小朋友今仔日拢会有这个礼物，检查因顶礼拜去社区安尼踅一大日去报佳音。
经过的人，咱着分传单，分礼物，互拄着的人。咱嘛看到公园遮个无厝的人，因伫遐因的家伙拢伫遐，着分物件互因，甲因祝贺圣诞快乐。圣诞是一个传播佳音的时刻。这圣诞透过耶稣基督的出世，要将这个恩典来互世间人。各样的人伫旷野的所在，因是耶稣出世第一批去传播好消息、去报佳音的人，包括天使。安尼今年是第几批啊？如果耶稣基督出世的迄年是公元的20年，安尼今年咱报佳音是2024批，是毋是？所以咱伫咧报好消息、报佳音的人，咱拢会持续落去，合适天使，合适伫伯利恒郊外遮个各样的人，因的款式，各样的人因伫暗时爱轮班固守因的家伙、因的财产，轮班亲像徛卫兵一样，咧防止豺狼来食这个羊。所以主的天使来到因的身边，主的阳光照亮遮个各样的人。各样的人一开始是真惊，各样的人一开始是真惊，讲哪有遮个人、遮个物件、遮个亲像人的天使出现？但是天使甲因讲毋免惊，我要报大的好消息，是关系万民会当得救的好消息。今日伫大必的城为恁生了救主，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天使有甲因讲。伫大必的城，这大必的城伫对，大必的城就是伯利恒。所以因有一个记号，天使甲讲有一个婴仔用布包着，迄个就是记号。做咱的戏剧拢有完全的呈现，有完全的透过戏剧对经节，互咱看起即个戏剧。虽然因无讲话，但是佮透过圣歌队的唱歌的吟诗，对歌词的内容，互咱敢对这抬杠到伫圣诞。这婴仔出世，婴仔虽然微细，但是有生命力。这婴仔一暝大偌济，一暝大一出，所以这婴仔是有生命力的。这婴仔是会长大的。耶稣嘛甲咱讲，咱的信心虽然亲像一粒芥菜籽。遮尔细粒，嘛会长大，亲像一丛即个树一样。即个婴仔出世伫底，无足临时的，愈城无人大的所在，耶稣即个耶稣的妈妈即玛利亚甲约瑟就伫马槽的内面，摕即个精生咧饲精生的即个槽，即个槽。来甲伊铺大草，互耶稣伫遐出世。这个马槽是互人轻视的，这个马槽是精生咧食饲料的所在，总是耶稣出世遮尔卑微，遮尔卑贱，遮尔低的，互所看起的迄个所在。这是上帝对天降落互人的礼物。耶稣讲：“我是生命的粮。”来到我的，的确袂枵；信我的，永远袂喙焦。这马槽嘛咧上帝讲，这是一个互人得到生命美牛的代表。所以上帝用伊本身来到世间，透过耶稣所讲的话，互咱重新佮得到快乐，甲上帝佮好迄种的连结。所以圣诞节互人感觉奥妙佮惊吓的代志，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体，上帝用伊的独生圣子来到世间，亲像主来到地面上，亲像人的样式。所以上帝道成做一个人的样式来到世间，伊嘛爱对婴仔开始慢慢来成长、来长大。天使咧报即个关系着万民的好消息。天使先报互各样的去到伯利恒的即个客店的即个马槽来找着婴仔。
这就是迄个平安暝报佳音的由来，嘛是咱一年一年咱爱去报佳音。伫圣诞节时，咱要报什么佳音？要报救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这个世间来到世间，就是上帝甲咱同在，这就是以马内利。所以耶稣是咱性命的救主，相是耶稣嘛是咱性命的新生王。新生王伫对出世，带咱吟的圣诗69首，请来重信的圣徒要去对来到欢喜，来到这个伯利恒，来到耶稣出世的所在伯利恒。所以新生王伫对出世伫伯利恒，无伫耶路撒冷。马太福音甲咱记载讲，耶稣的家谱耶稣来到世间透过约瑟这个家庭，透过在西鲁玛利亚伊也未嫁出的这个伊的某未婚妻玛利亚来怀孕出世。所以对亚伯拉罕到大逼有14代，对大逼佮到前线巴比伦的时候嘛有14代，了后对前线巴比伦了的时阵，到伫基督佮有14代。这14有3个14，咱看到大逼的城伫对，大逼的城伫伯利恒。伯利恒这个所在是出产大麦、出产粮食的粮仓的所在。圣经嘛，甲咱讲，耶稣就是迄个生命的粮食。这嘛是圣诞予咱的恩典。伫路得记，拿米甲路得因到伯利恒的时阵，拄好是大麦收割的季节。路得是甚物人？路得这个路得就是这个波阿斯波阿斯娶这个路得，所以波阿斯对路得生俄必得，俄必得生亚西，亚西生大逼，到伫所罗门，佮到伫雅各生约瑟。厝海读经班有读着讲，有一个雅各，就是约瑟的爸爸雅各，所以约瑟透过玛利亚来生了耶稣。耶稣佮有其他的兄弟，对不对？厝海读经班有读讲，耶稣佮有2个兄弟，较重要的兄弟，一个雅各，一个犹大。这嘛是有可能写雅各书甲犹大书的作者。所以耶稣出世伫这个小小伯利恒，这个伯利恒是大逼的故乡，应验着先知的话，应验着先知的话。伯利恒是大逼的故乡，是出王的所在。耶稣伫这个伯利恒出产大麦、出产粮食的所在，毋若供应咱地面上的粮食，嘛供给咱性命的米粮。博士去地要找耶稣，博士看到迄粒星，对着迄粒星，既然是去到伯利恒的王宫内面，讲你有一个王要出世，所以希律王就叫祭司、叫文士来讲这个新生的王要伫对出世，祭司就开始编经典，来对经典来讲米迦书5章20有讲伯利恒要来统治以法他的地区的伯利恒，是犹大宗族。虽然智未世，毋过要有一个对伊遐出来治理以色列。对这个古早就有这个对古早就有记载。博士行毋着所在，要来找迄个新生王。这个新生王既然就出世伫大逼的王城伯利恒，迄个客栈的女城内面。这就是互咱体验到迄个平安暝，迄个宁静，迄个真安静的暗暝。各样的人去报即个好消息。圣诞节真侪教会拢有办即个活动，无论因是伫公园点灯，点着即个上灯即个光灯，也是因街路去报佳音，也是因用即个圣诞的庆祝。拢是要来宣扬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来出世。所以圣诞节，咱伫圣诞欢喜的中间，咱知影讲，圣诞的主角就是咱的救主耶稣。因为啥物要道成肉体来到世间，是要来救咱世间人。所以咱咧敬拜这位来到世间道成肉体的这个新生王，
咱爱用谦卑，咱爱用咱的心来敬拜。相信嘛用耶稣基督的心真做咱的心，安尼伊来到世间，才袂辜负着上帝和伊的使命。这就是圣诞节真重要的意义，是要来彰显上帝的疼痛甲伊的慈爱。所以圣诞的恩典第一，福音就是这个好消息。天文的士官嘛讲，福音就是什么？好消息，传给哪里？街坊跟邻里。虽然不是讲圣诞节咱去报佳音传福音啦，是咱不时咱逐时逐刻拢爱有这个使命去传这个福音。所以记载耶稣的故事叫做福音。新约的圣经一开始，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4本福音书，拢是咧记载耶稣伊的一生，甲记载耶稣伊所讲的话。圣诞节，互咱知影要去报佳音，所以传报福音的人，就是迄个报好消息的人。传福音的人，就是迄个报好消息的人。所以咱若去看到咧路呢有人咧传福音的人，伊嘛是咧报好消息，毋是敢圣诞节，是不时逐时逐刻拢爱去诚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伫我2014年，这是10年前的代志咯。一场青年的特会，宣教甲福音的特会，这是韩国3一长老教会，因要庆祝因来台湾宣教20年，迄个暑假最后一天，因就召集所有教会青年人，因接到真理大学，淡水的真理大学，因的礼堂，这个礼堂嘛捌举行过李登辉的总统、前总统的这个别礼拜迄个礼堂伫遐做伙来庆祝因宣教20年，这个短宣。了后伫外口，即伫咧牛津学堂的所在有一个女的，有一个摄影机咧甲伊采访，就足侪少年人伫遐看讲，那个是谁？那个是谁？他们突然认出来了，迄个毋是咧韩剧内面咧演婆婆妈妈迄个吗？迄个毋是咧演什物大姨啦，演什物婆婆妈妈，真的是，伊是即个戏剧内面一个配角，真重要的配角。哇！了，伊录一个影片。即个艺人，伊风尘仆仆来到台湾，无人去甲伊接机，伊就来录一个影片，伊咧甲因主任牧师甲伊鼓励，因为因主任牧师爱分享信息互遮个青年，所以伊的保会的牧师伫礼拜堂分享，就录一个影片，所以足侪少年人有咧看韩剧，拢认得出来，讲迄个就是咧演婆婆妈妈迄个，迄个因教会的艺人，安尼真卑微来到台湾，安尼也无记者，无啥物货，就透过一个摄影机甲伊采访，足侪少年人就讲，他也信耶稣哦，足侪社区的这些青年就讲，韩国的艺人也信耶稣，这就是一个透过伊的见证，透过短影片来感动侪人来认捌讲。明星也可以信耶稣，明星也出耶稣。你敢知影周杰伦的婚礼伫地举行？伫英国的大教堂，然后请一个台湾的牧师甲伊证道，因为周杰伦的妈妈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透过安尼，会当来鼓励迄阵在场的青年人，为着福音来献上家己，来跟随耶稣基督。第二。圣诞的恩典赐予人平安，上帝荣耀，上帝的荣光来显现。这是透过咱有这个平安，咱来到教会，咱拢讲请安、平安，对不对？平安，平安。但是这个平安，毋是只讲咱平安顺利，是指咱的心内有这个平静、有安稳无？咱信耶稣，你有这个安稳自在无？平安是要互咱享受上帝的救恩，咱知影咱是一个得救的人，所以上帝甲人以及人甲人得到三和，透过这个问候平安，咱台语的圣经是甲伊翻译叫和平。
所以伫问咱咧请安平安的时阵嘛，意涵有内面讲有和平无？有真深的意涵讲有和平无？所以伫伊所即和平甲平安，伫住所欢喜的人的中间，这是一句希伯来的成语，就是讲上帝的美好，甲上帝美好的旨意，要想事，要透过你来讲出平安和平。这就是信靠伊的人，信的人才会当得到救。所以领受这救恩的人，就是这个领受恩典的人。愿上帝的平安赏赐予大家，荣光归予上帝。但是伫地面上，这平安和平归予信靠伊的人。第三，这圣诞是满满，这恩典是满满的。这上帝道成肉体来世间，耶稣基督是满有恩典，甲这个真理。约翰福音一书有甲咱讲，就讲伫世间，这是世界是伊所做的，但是世界却无认捌伊，所以伊来到伊的所在，接待伊的人无济。第一批接待伊的人，就是一个马座，可能有遮个精神马条，有遮个精神。各样的人去甲伊拜访耶稣，了后，佫有3个博士。所以愿上帝帮助咱，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的时，虽然这世间是伊做，但是世间却还未认出伊。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知，这满满有恩典是透过主来到世间，互咱来领受。所以约翰福音1章16节到17节讲。伊有丰富的恩典，互咱领受，而且恩典煞接恩典。华语圣经是讲恩上加恩，所以咱常常咧讲勉励恩上加恩。了后一句爱讲啥？利上加利，是你领受恩典，你服侍的时，你伫服侍侍奉的时，力上加力。所以咱伫服侍的时，恩上加恩，佮力上加力。17节甲咱讲真好哦，律法是照着摩西来传，但是恩典甲真理是照着耶稣基督来。愿上帝施恩帮助咱，互咱来领受这个圣诞的恩典，咱人心来祈祷。听堂的主，愿感谢阿罗你，因为伫圣诞的时，阮真正领受主你互阮丰盛的恩典。这段时间，侪兄弟姊妹为着要将这福音用音乐、用戏剧来表现，互兄弟姊妹，互因来得到感动。因这段时间付出侪的时间来排演、来练习。今仔日愿阮伫礼拜中间来荣光主你的名。嘛，互兄弟姊妹来得到感动，得到感受耶稣你出世伫世间，带来满满的恩典甲疼痛。愿上帝帮咱赏互阮，互阮常常成做一个会传播福音的人。常常伫阮的四周围未听起福音、无听起好消息的人，阮就甲伊宣扬、甲伊传耶稣基督来到世间，要拯救世间人。的好消息，愿主赏互阮，互阮伫服侍的中间，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咱要来回应圣诞的恩典，接续这首诗歌，咱兄弟要甲正乐队同齐来吟。Oh
接续咱要来奉献，由罗伊执事甲秀英执事来施献。我来通知甲报告，未报告的大声，咱先来读即礼拜的金句。邮报的第3页，对伊的丰富，咱拢领受恩典，恩上加恩。约翰福音第1章16节，咱接续来读2遍。来，对伊的丰富，咱拢领受恩典，恩上加恩。约翰福音第1章16节，搁一摆来。好，我来通知，本周的聚会若有服侍的同工，请咱来致意。接续小会公告，这个2024年10月初6临时会中级补选的结果吼，长老尤志良、黄定科、罗金志、刘秀英、执事陈耀生、林炳营、林佩娇，以上任期4年。2025年甲2028年，后礼拜咱要举行2025年度长老执事各单位首长就任，其中有奉立长老是刘秀英，设立执事是林炳营甲林佩娇，以上任期2025年甲2028年。接续团契的首长上任敬请省略。中联团契王明仁，兄弟团契尤志良，妇女团契罗秀珠，社青团契林炳营，圣歌队长尤乃琪，主义路校长洪雅珍，青少年团契辅导陈雅文，请咱遮的首长是致意吼，咱后礼拜要来举行上任式。
本会消息，今仔日是大港节第4主日，开圣诞的赞美礼拜。圣歌队献诗，带领咱兄弟来学到主耶稣。将团给代表点击。后礼拜咱要举行圣礼典，请咱兄弟平安心，甲主同坐到享受圣餐。等下咱礼拜煞有爱餐，多谢陈木生长老的准备，请喜乐小组餐后的整理。即礼拜12月25祈祷会，咱为着忍耐小组甲公益小组来代祷。咱有兄弟若有登记新眼光读本的，会去办公室来领取。第6点，兄弟团结年会选举结果会长是尤志良。第7点，邀请咱有洗礼实际伫笃行教会的兄弟，踊跃参与月定奉献。这月定奉献是支持教会一年度的这个开支，这个所有的负担吼，请咱兄弟来参加这个月定的奉献。伫后礼拜，咱会上明年度的月定奉献，放伫这个奉献架遐，请咱注财务部的报告，咱后礼拜要关照。就是讲所有的支出，麻烦兄弟同工伫后礼拜来提出好好关照吼。过来各单位的首长、团契会长，咱请咱用咱的财务的簿册整理好，伫面顶签名。咱伫正月初5以后，将即个簿册交到办公室，互好会检照员、配走姐妹甲黄河里弟兄来检查。教会的月历已经咧发放，还未领取的，请咱去领取一毫1分。全教会成4年读经的运计划，即礼拜来到罗马书的第8章，甲13章的14节咱预定2027年会当读完即个规遍的新旧约的圣经。团结的消息对校长。我甲3位的兄弟多谢，因主日学顶礼拜去报佳音，遮个主日学的同工老师甲同学真欢喜来到张婚仪姐、李志刚兄、陈玉秀姐伊的厝呢，甲因布置圣诞，因嘛收到足侪糖甲遮3位兄弟多谢互遮个主日学生将即个好消息来报扬。青赞同给等下有即个聚会，少年团契今仔日爱餐以了后有即个聚会，主理是王明仁会长，夹缝中的希望。即个后礼拜我就无去报搁有即个少年团契伫12月18有。年末的聚餐拢总有60位的参与主要读经12月26拜四7点半伫1楼的副堂有聚会，因信称义的救恩第25课。咱有需要公义的人，请接洽迄个行政同工陈真慧即个社青团契伫后礼拜也有聚会兄弟团契持续伫每礼拜6拢有即个读经，做伙来读经圣歌队要伫后礼拜日要年末聚餐请咱圣歌队的队员甲注意。即个顶礼拜有对即个大专中心的奉献以及咱兄弟的月定，以及牧师上任的即个奉献的。定信拢伫即个周报内底，其中有一个就是即个要更改，就是洪碧如啦，是洪如撇牧师即改有更改咱注意。若有错误的，请咱向财务部来调整我遮手头无有新来的兄弟的名单，接续具体的代祷，请陈牧师来印刷。
咱做伙三甲来祈祷，咱为着住伫医院，咱的兄弟吴金明兄来为伊祈祷。像是咱嘛为着宿主即事伫医院治疗，咱特别为因两位提名代祷，为着咱每一人伫圣诞来领受上帝恩惠，特别咱会当将这恩典甲化做传福音的行动，咱同心来祈祷。主你听从阮，竞选阮遮尔卑微的人来成做你所要救赎的囝儿。成做你上帝国的百姓，阮有份参与伫天国传福音兴盛的使命，主阮感谢你。阮嘛成做你国度内面的一份子，教会是你上帝国的代表，嘛互阮伫教会这大家庭的内面成做一份子。伫即个教会，阮拢诚做肢体，诚做兄弟姊妹，诚做主你所疼的囝儿。愿主赏互阮彼此相疼，彼此鼓励扶持，来建立独行教会，来起造阮的教会，诚做上帝你欢喜施恩的教会。愿主你的平安。你的和平来归伫信靠你的人，愿将今仔日的礼拜归荣光，互爸上帝，互主你欢喜。今日所有的兄弟姊妹，伫礼拜中间，伫音乐、伫戏剧、伫讲道、伫吟诗、伫启应、伫奉献的内面，来经历主你大的疼痛，因为你将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来赏赐予世间人，互普天同庆来庆祝主降生遮尔欢喜的日子。伫世界各位、各所在，拢咧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互耶稣基督降生真正的意义，就是主你道成肉体来到世间。甲人类同受苦，经历人的生活。耶稣上天，坐伫上帝大屏，成做阮的中保，赏赐圣神，赏赐快乐互阮，互阮接着祈祷，互阮得到快乐，得到力量。互阮接着祈祷，阮会晓感谢，阮会晓学乐。互阮接着祈祷，互阮认罪，阮会当悔改，阮所失错，阮会行打，若无合主你的旨意，阮嘛透过祈祷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求主你赦免人民阮，帮助阮的教会每一个团契、每一个会长，以及阮的小会员、阮的执事，以及阮伫后礼拜要来守主的圣餐，以及新人的中职会长同工的就任，愿上帝你施恩帮助。我伫即个礼拜的生活，犹原每一日拢有主你甲阮同在。阮少年，阮所敬听的兄弟金明兄伫中国医学院住院，伫遐来治疗。为着伊的太太毕真济来祈祷，为着即对夫妇，为着因的囝儿伫美国、伫台北，为着因来祈祷。家伙分散三个所在，主你来引带带领，互因常常。透过视讯互相结连扶持鼓励，虽然无法度三甲做伙，教会诚做以上大的快乐甲帮助，阮兄弟姊妹嘛常常为伊的艰苦、为伊的治疗来祈祷，为着宿主即事的骹来祈祷，求上帝施恩帮助引带，互伊进前的治疗所忍受的疼痛，嘛透过手术。清创了后，互伊的伤口会恢复，会当搁较紧，互伊的忍受的疼痛会当减少。愿上帝你施恩帮助，愿献上阮的祈祷，献上阮的学乐感谢，甲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之名来求，阿免。要带咱要来行平安礼吼，是头先请咱兄弟起立。今仔圣诞节吼，咱两项
我一个吼，来，我讲一句大家念一句吼，头前后壁讲者吼，来，圣诞恭喜，上帝听你，圣诞恭喜，耶稣听你，圣诞恭喜，我嘛听你。咱留言徛咧，咱要来吟圣诗，新圣诗第70首《普天同庆》。普天同庆，祝你生日，愿这呀这君王，大家为主，你万所在，有着万民尊重，有着万民尊重，有着万民尊重，全地欢喜，救主掌权，世人拢着唱歌，产业刚好，山岭平原，欢喜的声无山，欢喜的声无山，欢喜的声无山，做黑边上无过是看，欺骗一切占得我主人家，福气充满，心田无过芳，心田无过芳，心田无过芳，救主管理家是万类，用道用恩用理，公平和平，充满大位，仁爱极比较比，仁爱极比较比，仁爱极比较比。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上帝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伫耶稣基督保守恁的心理的念头，伫上帝甲伊囝咱的主耶稣基督的财物甲疼痛的内面，愿全能的上帝爸囝甲圣神的恩典常常点伫恁的顶面，直到永远无煞。阿门。